高雄市保时捷抽选的前景期慢来度弄高高，部分嘅路段可能係快到當地去，到見限住日前5度，國軍係挑熱當到嘅日嚟來停救援，限住對全國各地來解救濟團體，每次發生嘅來加入籌措，為用最強烈嘅資源，讓高雄市提升做到個恢復平靜嘅生活。快速對虧險同民生路口，也是安泰嘅內地地圖。按照阿邊個喺那定驗別，過生日要檢查連前度嘅沙沙袋，拖出一地一地沙頭，我確認啲沙沙地圖嘅殘骸。按年嘅天時見了開，不過沿路唔行區，因為每個動作都係一個希望。我們陸戰隊啊，因應就是說這次高雄地區的這個災情，我們持續派遣兵力來協助家園的復原。會從那個國家搜救隊，還有紅十字會，然後領元宵十字港到那個2聖一路跟凱旋路旁邊的家具行，做比較地毯式的搜索。出泰國軍還有韓國島係刺通來天數高演示嘅救災團體，係對桃園下南嘅桃園特殊隊，第一時間就啟動營列加加嘅關島高雄，接收到任務就整理總批出發。而到充電爆炸機順風嘅點咩度，強用迄個拿沙拿起來，佢詳細嘅看，用研按多年嘅經驗來談，強是爆炸安泰嘅威力，可能會本人同柴都談到點地度，所以研數項一條無悔嘅殘骸，都係潛失蹤者嘅希望裏面。那我們剛在搜尋到一半的時候，就是長官帶，可能是他們的家屬來，就是有大有小，然後有男有女進來，然後我們看到他們在那邊喊着他們親人的名字，請他們趕快出來，然後不要，就是讓我們能夠盡快找到他們。其實我們當下其實是很心酸啦，不知道在現場到底流的是汗水還是淚水。桃園縣還有陸續係人個繼續下來了幫辦，到目前為止，現場還蠻有講有愛停止所有動作個，就先就一條嘅把一無講，所以講桃園縣目前為止還繼續去做所有動作。對全台各地來嘅小救隊韓國國軍，有條係喺分布地虧欠韓國民生路一片，本單係軌道差嘅行來行去嘅路口，一下路係軌道沿嘅休息站，因為沿始終地下作為雷塘一個指揮部指派嘅任務嘅任務，係講我看那片還有你是用你去天數，去清理環境，也係去清東西清理，因為沿始終地下作為希望請全地來支援，希望高雄市民地下片嘅同胞做對家家嘅恢復平靜嘅生活。以上就係記者范凱雄、陳欣怡，第2線移民指揮站帶來嘅採訪報道。